Vai Brasil! Rumo ao Hexa! Gol! Eu acredito。整呢條片嗰陣仲諗住巴西會贏，我份稿仲寫咗大家諗住點樣同屋企隻巴西龜慶祝啊，點知輸咗俾挪威，拜拜。咁你哋有冇安慰下屋企隻巴西龜啊？但係其實你知唔知道巴西龜唔係嚟自巴西嘅？正如荷蘭豆冇荷蘭，揚州炒飯冇揚州，巴西龜嘅原生地都唔係巴西嚟嘅。雖然你而家去巴西係會見到佢哋嘅，不過佢哋喺巴西咧都係入侵物種嚟嘅。咁究竟巴西龜係喺邊度嚟呢？唔使傳心嘅，我而家話俾你聽，佢哋嘅正名應該叫做紅耳龜，巴西龜呢啲藝名嚟嘅啫。紅耳龜係祖籍美國嘅密西西比河，支流係覆蓋咗美國嘅中南部，亦都係北美第二長嘅河流，水深廣闊，係孕育咗好多種我哋耳熟能詳寵物龜嘅地方，例如火焰龜啦、地圖龜啦、鱷龜啦，同埋包括紅耳龜在內嘅彩龜等等。咁到底有冇巴西龜呢種龜呢？答案係有嘅。正宗巴西龜學名係呢個同紅耳龜係同屬嘅，所以兩個個樣好似。不過佢嘅身體咧黃色嘅部分係比較多嘅，包括兩邊耳仔咧都係黃色花紋嚟嘅。正宗巴西龜咧係巴西東北部馬拉利昂州嘅獨有物種啊！你即係復仇者聯盟黑寡婦跌落街嗰度啊！呢度有一個由大西洋海岸向內陸延伸25公里嘅沙丘地形，每年雨季咧都會帶嚟比一般沙漠咧10倍嘅水量。喺沙丘之間形成上千個潟湖，由於海風係會不停咁改變沙丘嘅地貌嘅，所以每次形成嘅潟湖咧都唔一樣嘅。當雨季降臨嘅時候，匿埋喺沙入邊等緊嘅巴西龜就會起動去揾最近嘅潟湖，而前一年生落嗰啲魚嘅蛋咧，魚蛋掂到水咧就會孵化，成為巴西龜嘅食物。呢個生態周期就係咁樣年復一年咁樣循環落去嘅。咁好啦，講翻轉頭，點解紅耳龜會叫做巴西龜呢？相傳一開始咧，龜販的確係有引入呢啲正宗巴西龜去亞洲做寵物嘅。後來因為成本問題啦，換咗做紅耳龜。由於佢兩個個樣真係好相似，所以就繼續將呢個代替品紅耳龜叫做巴西龜。咁的確紅耳龜係抵抗力強，就算係養龜嘅新手咧都可以養得大佢哋，仲有佢哋繁殖能力好強，商業價值好高。但係亦都因為呢啲特質，佢哋俾人棄養之後喺任何地方都生存到。紅耳龜而家已經變咗做百大入侵物種之一，喺世界各地都係一個生態問題。但係呢個問題一開始唔係喺動物身上，將佢哋越洋帶到去地球另一邊嘅係人類，大量繁殖佢哋去圖利嘅都係人類。亂咁棄養放生嘅，亦都係人類。喺動保法落後嘅香港，我哋而家目前可以即刻做到嘅就係教育大眾，由源頭開始去避免悲劇發生。養之前做功課，諗清楚，帶佢哋返屋企之後唔會隨便棄養。每個人都可以分享知識嘅，將呢個信息傳落去，先認識後飼養，不傷害不棄養。由今日開始，我哋一齊宣揚呢個信息啦。星期三啊，輪到白豬豬要打氣嘅。阿根廷隻頸龜真係喺阿根廷嚟嘅。